下下文顯明懷念嘅故鄉，潛水孔本調曲音，拖延中談客家人，本影片係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能語音研發中心試驗強語音合成。潛水孔潛水孔保順天度潛水用，亦將將愛兩三叉數碼游水清上工，潛水甜來潛水好，把甲兩天游水音中嘅和順甜幼嫩，年年豐收好年冬。我嘅故鄉地龍潭淮嘅埔有很多潛水孔，也會很多潛水孔係因為和順天度。萬那都有清甜嘅潛水爆出來，亦將將愛兩三叉數碼游水清上工，無論洗菜也洗衫，全當方便，熱天涼心心，寒天燒暖暖。頭擺我講嘅田，有時故亦係藍田，係人行落去，藍高梅就會立到太腳鼻檔來，因真是無誒。真唔好洗，就拿來種和順。潛水嘅水質清三道，種嘅和順夾夾拍下下，泡噗噗甜又嫩。食過嘅人全都真懊惱，和順太出蘇神嘅時節，台北嘅菜販呢就會來割轉去賣，價錢亦好唔會攬，除了和順上到醬，其他田嘅和嘅蘇神未清好。潛水孔所採清法唔過，我係啲華山台嘅四總頭，規則總頭搶有5家人，5家感情搶一家，人講一家打扮家家有好食，一家無限大家來聽書，有限時節大家就來食茶打嘴鼓，無事向下衝山歌。那講到愛去街坊買東西，路頭醫院。來去就愛歸住邊故所，大部分都啲小店嘅賣較多，小店嘅西蒙西南北走貨，豬肉行唔行車。那係拄到福卡無錢，未做得去買，是愛帶食譜嘅，其實就做得頭家人親好，從頭講，前有3不偏。先查轉去無要緊，有錢爭來測試就好咧。人無錢亦好，花無百亦瘋，那唔都好頭小日通，愛去本先生看清無方便，好得有賣藥先生來병藥包誒，一個月會來順100，檢查換藥誒，用得幾多算幾多，實用有利片。那聽到遠遠傳來。B B 嘅生，就啲鹽豬師傅來咧，服下嘅結局誒，也係細豬誒愛鹽，就喊師傅來看師傅鹽豬誒，就像食足窮樣。冇一下功夫，10條細豬誒就鹽好咧，豬誒鹽好，唔是個肉誒，是愛用火炭外矯正茶油，嗰啲孔後就做得豬嘛，那係走相。就愛去喊天主國嘅來，時代在進步，社會改變，早期耕田用來耙，陸續不管是田、蔬菜，割和行靠人工，苞米全部搬機去包球球，後生人各出去識頭路，買屋誒，連沙一家一家班班走去，最苞米捱到未使出來。送拜轉去行了，萬奈沙變到點叔叔，顯然未全部放鐵屋誒，未本草包實實。哎，那叫還做得看熱度，頭擺鬧熱漸漸嘅潛水孔，流下來就存爆出來嘅潛水，老本人懷念嘅甜甜人情味。神蒙太七家嘅書看本影片係講下。按神氣拼湊製作，語音做得合成，特別愛感謝客維會語音資料庫，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語音研發中心嘅開發同支援。神蒙按自細
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